大家好，我係 Candice。今日咧，我想理性咁樣拆解一個問題。好多人都會講做能量療癒係冇用，有用但係反而又更亂。咁究竟係科學問題，還是係我哋嘅方法出錯咗呢？咁能量到底係乜嘢嚟嘅呢？首先我要清楚定義乜嘢叫做能量。能量咧唔係一個魔法，亦都唔係你想象中閃閃發光嘅嘢。佢係一種狀態，可以用以下嘅方式試下去感受一下。第一就係身體層。咁身體層嘅能量係乜嘢呢？譬如疲勞啦、酸痛啦，同埋繃緊啦，呢個係身體上你感受嘅能量。情緒層就係你感受到焦慮啦、煩躁啦，同埋不安，呢個就係情緒層嘅能量。認知層就係思緒亂啦、注意力唔集中啦。真正嘅療癒咧，其實係幫你咧將呢一啲狀態咧調整翻去平衡，而唔係單純嘅開光啦或者感應啦咁樣去完結嘅。咁點解會有反效果呢？咁我見過好多人咧學識咗能量療癒啊，反而會亂咗。咁主要咧係有3個主要嘅原因嘅。原因一係基礎未能夠穩定。咁如果你身體同埋情緒嘅本身都係長期失衡嘅話，直接打開能量嘅通道咧，就會咧好似未準備好倒水入去嘅花樽一樣，咁你一倒啲水落去個花樽就會冧啦。咁第二個原因就係方法錯序啦。好多人呢只係會學點樣施加啲能量落去，但係呢就冇學識點樣可以收回能量或者調整自己嘅能量。咁輸出如果太多，內在又冇支撐，咁當然必然就係會亂啦。咁第3個原因就係冇自我覺察啦。你可能分唔清咩叫情緒、身體同埋環境嘅影響，咁你就會一切嘅嘢都會歸咎於係能量，咁樣就會反而更加混淆咗咩叫能量啦。咁有依據嘅能量方法係真正專業嘅方法，有3個層面嚟。咁第一就係要停止輸出，唔好再冇意識咁樣去吸收其他人嘅狀態，要先將自己嘅能量收返先，建立好一個邊界去保護自己。第二就係回到身上。咩叫回到身體上呢？就係要雙腳踩地，感受下自己嘅重量，去深呼吸，注意下身體各部分都係放鬆，咁你身體嘅能量就會慢慢返返嚟啦。第三，容許空白。咩叫容許空白呢？唔急於改善或者控制。空白咧本身就係一個能量重量嘅開始。呢3個步驟就係科學與能量兼顧嘅方法啦。心理學研究亦都顯示出，專注身體嘅感受同埋呼吸加埋一齊，咁就可以減低焦慮同埋穩定神經系統。咁我哋而家咧可以試下咧簡單咁樣自我檢測一下嘅。你可以先問自己3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問下自己，今日你嘅情緒有冇突然間上升或者下沉呢？第二，你有冇覺得攰？但係其實你又唔係做好多嘢嘅啫喎。第三，有冇覺得身邊嘅環境對你影響好大啊？如果
有2個以上你都係答係嘅話，咁就表示你嘅能量調整流程係需要改善啦。咁我今日呢，我哋就拆解咗能量唔係一個魔法啦，跟住點解會有反效果啦，同埋點樣去穩定方法去自我調整啦。咁下一條片呢，我會再示範完整嘅能量回收實操，咁包括可以用靈氣啊、閃靈鑽啊、水晶啊、班菜咁樣自然引入一啲方法。咁如果你都覺得有幫助嘅話，請你留言俾我，咁我會呢挑選一啲留言再幫你進一步咁分析嘅。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頻道嘅話，請你哋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多謝，拜拜。